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2年10月29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19篇137节到144节，哈巴谷书第2章第5节到11节，约翰福音第8章39节到47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认贼做老爸。年底选举特别的闹热，虽然听讲选民的热度无介悬，但是伫咧炒选举的话题却是无断过。对论门到违法禁收佮进入到伫家己透露出违法兼职的可能，甚至有内线交易等等的问题产生以外，佮有人讲到血统的问题，到底姓啥物货？即种逐个人拢有家己的讲法的代志。其实要解决这个问题、这个疑问，拢有真简单的方式。但是毋知是毋是因为选举的关系，每一摆看到记者会，看起来介绍要说明，但是愈讲愈听愈会，答案无，却精彩不断。每一摆拢有以前亲像咧看布袋戏的时阵所讲的，要知详情，请看后回。即种的戏剧性的效果来产生，即种自博性会离开正道，嘛拄拄是以色列人因的行为啊。伫圣经的记载，因常常祈祷上帝讲：上帝啊，求你莫对阮黄你的面。或者是祈祷讲：上帝啊，你要恬静到什么时阵呢？等等，这个拢是承认家己已经离开上帝的正道，因为上帝是无气杀人的，伊随时拢伫咧啊。就对基督徒来讲，的确是爱真认真思考，咱到底要归属伫什么人？因为圣经甲咱讲，一旦咱宣认耶稣基督是基督的时阵，咱就要成对上帝的儿女。但是迄个真尊贵的选民以色列人，伫因的生活中却毋是安尼。因的生活行为见证，因是属伫偶像、属伫魔鬼撒旦，因为因拢做撒旦魔鬼的儿女啊。咱到底要靠什么人？咱要成做什么人的家人？什么人的儿女？先知哈巴谷安尼讲：财富是无通靠啦吼。贪心的人骄傲，不得安宁，亲像死亡共一样，永远无会满足。因捌征服一个搁一个的国家，原因就拢伫遮。受到征服的人民要咒骂因讲：恁将别人的物件占做家己的，恁要害啊！恁借着求讨、追讨这个债务，发不义之财，要阁偌久啊？伫恁不知不觉的时阵，恁这个征服别人的人，要成做负债，就要互人强迫来行高利，对着要来扰乱你。因要来抢夺你，你捌抢劫济的国家，现在遐个节后医生的人要来抢劫你，
因为你杀人，你侵犯世上的人甲因的生市，你要害啊！你用抢劫互家己来致富，你伫悬的所在做收，阁想要逃闪灾难，但是你会诡诈，互你的家来得到见效。你毁灭济济的国家，家己却治到灭无，连墙影顶悬的石头嘛喊讲要攻击你，栋梁也做伙来回应。先知非常明白来说明以色列人怎样背离上帝的真道。伊讲，财富是无可靠的啦。贪心的人骄傲不得安宁啦，亲像死亡共一样，永远袂会满足。因征服一个搁一个的国家，原因就伫遮。因为家己的贪心，因侵略其他的国家，因的作为并毋是上帝的旨意，毋是上帝儿女所应该爱做的。安尼作为是对撒旦的 DNA 来，并毋是伫上帝的听基础顶悬。阮有一位好朋友伊的名甲阮厝第二个囝同名，所以每一摆阮若咧看 Andy 的时阵，这个朋友就用真哀怨的目色来甲我看。并毋是因为名共款就变做某人的囝，嘛袂因为改姓就变做某人的后代。DNA 或者是正做某一个有名的牧者，还是倒一个出名的长老的后代，就一定会通见证讲家己是基督徒，就是上帝的儿女。就会通领受上帝的救恩。这种血缘的关系，并袂当代表伫信仰顶悬就是上帝的儿女。最重要的是，基督徒要怎样家己来活出有基督的生命，安尼才会当真正来表达出咱的信仰。有一寡基督徒掠做信主受洗了后，就必须爱改名，才会当下伫圣经中间受呼召的人。但是圣经内底根本无讲改名就是上帝的儿女。约翰福音安尼讲，因回答讲，阮的祖先是亚伯拉罕。耶稣讲，如果恁真正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恁一定会做亚伯拉罕所做的事。我只不过是甲恁讲，我对上帝遐听到真理，恁却想要杀我。亚伯拉罕并无做过这种事啊！恁做的是恁的老爸所做的事。约翰阁转达耶稣基督的话安尼讲。耶稣对因讲：如果上帝真正是恁的老爸，恁一定会疼我，因为我是对上帝遐来的。那我已经伫这个所在，毋是凭家己来，是因为伊找我来。恁为什么袂明白我的话呢？因为我的话恁听袂落去。恁原来是魔鬼的儿女。恁只有想要听恁老爸的欲望的行事，对起初伊就是谋杀者，从来无徛伫真理的这边，因为伊根本无真理，伊白贼是出伫本性，因为伊本底是讲白贼的，也是一切虚假的根源，就是安尼，因为我讲真理，恁就无相信。恁中间什么人会当指证我有罪呢？我既然讲真理，
恁为什么无信我呢？既然是上帝的儿女，就必然会听上帝的话。恁毋是对上帝遐来，所以恁听无。对性命角度来讲，以色列人所活出的性命，毋是上帝的性命，也毋是因祖先亚伯拉罕的性命。因伫性命的顶悬，甘愿认贼做老爸，军队撒旦魔鬼的本性，用白贼私欲谋杀。这根本毋是圣经中间所提示上帝本性的特质。只有咱基督徒活出上帝的听，这种的人才会当被称作上帝的儿女。诗篇119篇137节到144节。上主，你是公义，你的判断公正。你颁布律例公正，完全可靠。我非常受气，亲像火要甲我吞灭，因为我会对得袂记得你的话。你的应允纯真可靠，你的仆人真意爱。我卑微，互人看轻，毋过我无袂记得你的律例。你的公义线到永远，你的律法真实。我受到患难忧苦，犹顾意爱你的诫命。你的教示永远公正，求你赐我智慧，互我通活。根据上帝帮赞阮，认清阮是无主你所呼召的基督徒。知影阮因为相信成做上帝的儿女，帮助阮来离开撒旦的诱惑，进入上帝的家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